你好，我係阿童小童人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又係今日咧係返香港嘅日子，我個球員寄衫，唔係球員嘅係便服，記得橙色、白色，圖案係球員同埋籃球。又係我個依邊啊，依個啊，同埋依個係牛仔褲，紅鞋，係牛仔褲，再加埋紅鞋，咁樣得紅鞋。又係依個啊，同埋依個，要記住依樣嘢，係咪你要記住我個服飾啊，呢個都係一樣，呢個都係一樣。等待其他的安排支持我啊！係我出門口啊，拜！喺香港國際機場，即係一個機場，係見面啦，拜！